现在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平安是甚物？来到教会拢咧讲平安，亲像咱平时看到厝边头尾就甲伊讲啊，食饱未？要去倒位？啊，花有写着无？股票有去无？敢是安尼意思？啊，伫教会就讲平安，伫教会拢咧讲这个俗语嘛吼，啊，所以来讲教会就讲平安啊，吼，敢是安尼？今日来到教会，先啊，咱会当讲平安。咱来到教会，足自然要认识一间是毋是教会？咱看教会顶管有一个十字架是无？咱来到咱的真水的会堂，看到头前顶嘛一个十字架对无？十字架是甚物？平安是甚物？真侪人伫教会出入久久，完全毋知影。我每一遍讲道，我拢会提醒兄弟姊妹，请你爱甲甲你的主神放伫十字架顶管。先啊，咱今日当讲平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为着咱的罪，钉伫十字架顶死。咱原本是有罪，咱爱死的，可是咱耶稣听咱救咱，爱着为咱死伫十字架顶死，所以互咱会当讲平安。所以咱咧了解十字架的时阵，真侪我读新人医的时阵，用心去研究十字架。十字架是甚物？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刑区。你今仔看人挂十字架，你感觉这教会的人足温暖，红十字会嘛十字架，救助单位足侪拢十字架，所以看到十字架拢感觉非常水。啊，阮做珠宝生意已经做30档，真侪人拍十字架拢来阮教会来我的店找阮太太来设计，后选少的后红宝、拿宝、绿宝，后半宝、后摕金、黄金、玫瑰金，什么金拢有呢？迄囡仔无钱嘛，用一个胶纸皮夹一个十字架打呢。是安怎？这个物件互人感觉温暖，是因为伊足可爱嘛？两支茶，安尼才有啥物通个可爱？今仔日十字架代表温暖，是因为耶稣的关系。一个人，你敢知影这个十字架的残酷伫倒？一个人钉伫十字架顶悬，所有的重量钉伫十字架，两只手甲两只骹连做伙钉伫迄个所在。有读册的人知影，苹果肯定是飞伫天顶去，还是落落来？吼，咱今仔在场拢是有学问的人，真好。所以，当一个人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所有的重量拢互地心引力甲你吸落来，所以你身躯就足自然会坠落去。当你身躯一直坠落去的时阵，人类的构造非常奇妙，就是咱的变压骨就绑咱的五脏六腑，压迫咱的五脏六腑，互你无法度通喘气。你的五脏六腑拢受你变压骨绑的，你无法度通喘气，为着要求生，你就要用所有的气力甲伊体悬起来。变啊，骨放开，你才会当个喘气。较骨力啊喘诶，因为安那较带袂喘气，会当喘气是真好诶代志。开骨6月啊，丁先生你嘛是过来啊，有无？过6月，过8啊，变啊骨过8个，所以你得个体悬，较我度喘气。所以一个人伫十字架顶钉偌久，伊就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挣扎偌久。十字架的残酷是。人类发明上济刑区内面，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。兄弟姊妹，恁这时候有在牛血汤无？有当时啊，迄个针钻了伤大坑，剁一个，好，迄血钻出来有无？我本身糖尿病，但是啊，我拢会堵血糖。有当时啊，调了无好势，我到尾我想讲，我可能袂糖尿病来死，我可能失血过多来死，所以拢会调整的好势，剁一个也是咱的妈妈咧穿衫的时阵，无注意拄着。迄是一级的痛苦。人类学家把人类痛苦分作17级，迄是一级的痛苦。咱在座有真侪可爱的母亲，恁生囝迄款疼你的艰苦，第10级。独独十字架是第17级的痛苦。兄弟姊妹，为着要互你今仔会当下人讲平安，耶稣基督钉伫顶悬受迄17级的痛苦。有人讲信耶稣，信来受洗就得到救；信基督教，信上帝，信耶稣，足简单呢。你有感觉足简单无？有影圣经讲的，心相信，随承认就得到救啊，足简单。但是对你这来讲真简单的代志，对咱的主来讲却是非常的无简单。为着咱的罪，伫迄个所在受苦。所以咱咧讲平安，袂使清清彩彩讲啊！你敢知影？咱咧讲平安的时阵，我行过台湾非常济教会。我拢甲因讲请安，讲愿恁平安，有的人无啥要插我，有的人坐伫迄个所在看球报安尼，你捌看到是一群鸡仔无？迄鸡仔逐个踢天光拢伫遐咕咕咕咕咕咕，其中只上大只伫遐连咕咕咕嘛无伫遐顶头。赞成这鸡仔在
得叫人起床啊呢？嘿，姊妹，圣经的原则是什么？当你该请安这个人，会堪得你该请的这个平安。那安尼，你真做甲上帝同工的，你真做上帝的钦差，将上帝的平安予伊，好，这是何其尊贵的代志。那这个人未堪得你该请安呢？那安尼，迄个平安会转来你家己的身躯，这毋是我讲，这圣经讲的。所以，当咱咧讲请安的时阵，爱带笑面，然后咧带上帝互你的官兵，含上帝同工，成做上帝的钦差大人，将上帝的平安互对方，你乃当清清彩彩。访问的得，讲问的得爱心中，访问的咧更加爱心中，爱紧礼物爱紧收起来啊！若无个等伊的身躯就麻烦。恁感觉我是贪爱世界，食甲独好的吗？遮用的吗？我你讲，就是我讲请安，人拢无啥用我，所以平安转来我家己的身躯。弟兄们，你讲请安，你家己当得到福气，咱真侪人袂晓享受这个福气是非常可怜的。所以我较多甲伊问讲，你这个平安，有的人安尼，莫做攻击咁好吼。这个时阵我拜托你，用你上水的笑面，甲你的厝面头尾，甲伊讲平安咁好。讲平安，无就臭面的，爱笑笑。迄真正，你较看人一个笑就水3分，有无？迄人无笑做5分的吼，你看看有无？我若无笑，真正那刑事的有无？我若笑就做刑事，敢是？啊，所以咱来保持笑容吼，出门绝对爱保持笑容。啊，你生了歹，毋是你的毋对，但是出来共惊就毋对啊哈。今日这段圣经真侪基督徒。在读圣经的时阵，读来到遮做主人，就爱跳过、人过、跳过、人过。啊，这是咧读安怎啦？这都无必要的物件，是安怎都爱读这。圣经内记这遮尔无聊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你捌听过一句话无？信基督教死无人靠，因为基督教无咧拜啦。哼，啊，怎无咧对中好道？哎呦，兄弟姊妹啊，敢是安尼？无一个宗教比基督教更较对中好道。其实基督教先咱免拜，因为知影基督教。知影讲拜无路用嘛？你拜要带？你照民间宗教的讲法，你拜到对对，你人死对对去，7/3平安怎交代？一个就是去六道轮回去阎罗王遐受审判，好人做仙佛，歹人做地高生生，这个人多60分都去做人，有无？捌看到这六道轮回嘛？若安尼6个人死，只有一个人当做人。人口会愈来愈少呢，那人口数愈来愈多，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所以六道轮回是徛袂掉的，有知识去分辨就知影。3分其中1分就是去阴间受苦刑，六道轮回。其中1分走去走去阴间移民，有无？你捌看人过身了烧苦钱烧抓人烧？哦，我捌第一网甲上大场的70几万，什么免入的免来不了热价。啊，迄个手机啊10几支，佮有直升机哦，别装几啊栋，啊，佮有几啊迄个铜迄红啊，迄个型的安尼吼，70几万哦。我看看哦，足神奇的。我讲奇怪啊，阴间有哪有电力公司，佮有加油站哦？啊，阴间的这个转播台，这个基地台，毋知有信号会清楚袂呢？啊，我看拢烧手机啊，尔拢无收充电器，你敢知影？啊，奇怪呢。一条灵魂去阴间受苦，一条灵魂去对，去阴间享受，哦，这种矛盾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西讲道士点子较无，同恁兜神主牌互你拜，哎呦，不信耶稣咧拜这拢含鬼大做伙呢。迄姊妹，咱人毋是安尼，所以基督教知影讲无需要拜，因为人的灵魂过往了就去到伫天堂，去到伫上帝庇办的所在。含主做伙啊！你拜都拜袂着，你拜足是有效哦。初一15较拜一碗饭，你的祖先几个人来食迄碗饭，吼！伊无来找你的麻烦，较有奇怪。你无拜无代志，愈拜愈有代志呢。你都无请人客好了了呀，吼！贴啊绑一堆来，啊，结果坐落了一人分一个便当，一道坐10个，佫分一个便当尔。啊，伊免甲你生气吗？所以咱拜请呢一定爱记住。
迄是无路用的物件，偶像迄是无路用的，是毋免去拜的。所以基督教无拜的原因是安尼，是安怎？圣经内面藏这白车无面的，什么人生，什么人，什么人生，什么人，这九地人，是安那圣经要记在内底。基督教是对中宗教宗族的一个宗教，咱对亚当看到拉的九地人，咱要对这个圣经内面你看真无聊的人讲啊，暗时啊困袂去，啊无圣经摕出来有无？现无几啊就困去啊，迄困个毋是困，迄是昏迷。读圣经嘛吼，上帝有加持，啊所以就安那就足好困，因为读到这里免困。上帝所有伫圣经内面的话语，拢是非常宝贵、非常有价值的。你啊对每一段拢非常的价值。上帝袂讲遐无聊、甲无重要物件，藏伫这本圣经内底。迄即卖咱今日要对亚当到南的九地人来学习上帝要对咱讲什么话？你甲看这拢3位数的，南的777岁，这个来去九地人甲问起，这个上夭寿有无？上底面。我讲迄个清迈啦，就迄个南山的77岁，互我就上好啊。所以这九地人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，头一个共同点就是因拢非常的长寿。长寿敢好？迄个即卖恁是听无啊？是毋插我？毋好人问恁拢无要赢。我伫甲阮囝讲啊，阮囝若这个表情安尼的时阵，我就知免阁讲啊，因为无咧听啦。伊在头壳已经背伫对啊嘛。长寿敢好？长寿要创啥？我问恁。长寿要创啥？我一个朋友，胡伦社的朋友，放贴啊，互我放粉红色的，迄粉红色个比平时粉红色更较粉红色。哦，这那因老爸过身去，82放粉红色的贴啊。我讲哦，恁老爸足好命哦！你来看这安尼吼，80几岁安尼，伊讲好命啥？53岁倒咧，中风倒咧够紧啊！到尾啊，拢无法度通家己处理家己的代志，逐工就是病院遐出来安尼。这个长岁寿你敢袂？长岁寿要创什么？你有想要长岁寿？啊，你敢知影长岁寿要安怎会当得到长岁寿？真侪人透早起来，one more two more， 4、5点就伫咧公园伫咧啦，one more two more 有无？迄个申请换掉，上帝啊！慢车调我转去，我咧运动下，我身体要健康，慢车调我转去，迄足奇怪呢！天堂讲得足好啊，大家拢无爱去。长岁寿非常好，长岁寿要得到长岁寿有方法有骨头，毋是透早起来one more two more， 然后食一大堆健康食品。那问讲啊，你食迄健康食品敢有效？有啊，较会无效，上至少嘛较袂枵。圣经甲恁讲，要长岁寿有骨头，你若想要长岁寿人，注意听我接续所讲的话。长岁寿有真济方法，头一个所在两句上卷3章14节，上帝指示所罗门王讲：你若遵行我的道，你要得到长岁寿。诗篇34篇嘛，甲恁讲：你的嘴无讲歹话，你的嘴无讲诡诈，你要得到长岁寿。搁伫诗篇嘛有讲着，讲你若专心听你的上帝。你特别得到长岁寿，我搁伫你危险的时阵含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互你尊贵，互你长岁寿。箴言内面嘛有讲得到智慧的要得到长岁寿，传道书嘛有讲得到智慧的要得到长岁寿。以弗所书佮咱讲了上重要，讲你着孝敬你老爸，你着孝敬你老母，要互你长岁寿。所以你要长岁寿，毋是one more two more健康食品食一堆，若小可感冒就去入院，啊那毋是安尼，是安那。遵行上帝话，要互你得到长岁寿。通我较多讲，大家人拢真爱长岁寿。我请问你，长岁寿要创啥物？无人要应我。我甲你讲，长岁寿要创啥物？长岁寿有伊的真重要，就是讲，当你愈来愈济岁，愈长岁寿时，你的经验，你所累积的迄个生命力非常重要，有无？少年囡仔有可能做这个代志，老人无可能。啊，你学倒摆徛甲无油啊，毋但有油无，啊油标个歹，啊那足简单，油烧拍开，烦恼火个点了，甲恁照光起来有无？安尼看较会清楚嘛吼，安尼看有油无？老人甲做这个代志有经验的，袂做这个代志啊。迄囡仔毋捌事，毋甲做这个代志。你食愈老，你就愈有经验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你食老是有互人，因为你得到福气。
那你活咧较有意思，有的人食老是老饭店，有的人食老是真正迄个真固执，一个怨规家的人，规家的人怨你一个，你食老要创啥？我的大哥近90几岁，我的大哥就阮太太的大哥，伊伫高雄市非常有名。咱较早咱的牧师伫盐埕教会，高雄市盐埕教会不错哦，真大间吼。咱牧师大过教会拢做大间呢哈。通常若无缘投的能力拢足强呢。我还袂讲了，你莫害我啦！后盖牧师毋请我来，咱的牧师累我，人个缘投能力个强。我的大哥真少年的时阵伫盐埕迄个埔头，伊上爱做的事情，就是阮大哥是毋捌字的，可是伊总要带人来教会安怎带，伊就去关心人的家庭，特别家庭有破病、有受伤的，也是讲都迄种人顾，为人讲。过身去是非常吵，非常太过，伊就甲人洗灯，甲人换衫，甲人照顾。人喺厝边头尾讲，你看遮尔好咧，要安怎报答你？包一个红包互你，拢无爱人收。伊讲你也免报答我啦，安尼真正感觉有感谢心，对我来教会就好啊。无嘛对我来教会一抓两抓呢，安尼讲出来教会你敢知影？咱教会兄弟姊妹一个看讲哦，这个阿叔这出来，这一定厝里有忧伤，啊无得艰苦坐挂，若无就是拄啊厝里办丧资料的。我都拢好接待好款待，人来到教会就感觉讲真好安尼吼。阮大哥来教会带真侪人信耶稣呢。伊圣经毋明白，道理袂晓讲，但是总要带人来教会信耶稣。所以以后伫天堂一定得到主真大的保守。这个灯会修是非常好的，阮大哥你甲看做主的工，结果上帝互伊灯会修。我甲恁讲安尼是做见证，讲灯会修爱因为互人会当因为你得到福气，毋是甲恁讲你无代无志，就去出面隔家问讲恁兜有死人无？爱样分辨下，无听讲就听的讲用精神用精啊，就讲就叫我讲你问隔壁看有死人无？用精。灯会修要创啥物？灯会修要互人因为你得到福气，这才是灯会修真正的意义。第二，对阿东到腊月这九地人有个真重要的特色，就是因拢生养真济，因拢生真济囝。我有我的梦想，我当然是向阮某要结婚的时候，我甲阮某讲，某诶，生一个骹球队啊。好，阮兜拢单团吼，你加生几个，伊嘛甲因好呢。结果结婚4档，一只神档啊嘛无。结婚4、5档拢无生，阮暗时啊7、8点坐伫客厅咧看电视，阮老母的面手拢无介好看。看啥物电视咧？迄报表有啥通好看？叫你困7、8点就讲叫你困呢？因为想要抱孙的急啊！囝伊事实是真好的人，真好的祝福。上帝嘛讲，囝伊事实是咱的产业。我讲啊，无某的啊，你无生无一个骹球队，无你嘛。生一个篮球队，人亲人问我讲：你有几个囝？我讲厝内3个，厝外的歹算。你团队人外口阁有4查某？我无啦，你先哪开想安尼？无你讲厝外的足歹算。我讲我厝里是生我肉体生的囝，但是厝外是生属灵的囝。有了解无？所以我逐日咧传福音，足侪人来信耶稣啊，都真好啊！迄嘛顶属灵的囝，生团济济是足好的。上帝爱咱生团济济，无论是你厝里的，还是伫外口的。所以真重要，看咱九地人，伊拢生团济济，生囝，生查某囝。所以这就是爱顾家庭。圣经的观念，你爱甲厝顾好。爱生养济济，你生爱养爱饲，生无困难，要家饲较困难。所以当然来讲，生半一边养的功劳较大天。所以咱爱真正爱对重伫看伫圣经的时阵，咱就爱了解什么？了解讲，咱就爱生团济济。我的囡仔永远会记得我生团济济。我伫高雄市4个工作做荣誉教会师，我常常伫工作内面做报道，伫夜市内面咧做报道。
我常常伫遐咧做遐个工课，我的囡仔永远知影我生团坐坐。我伫夜市啊，伫公园，伫庙口，伫个所在传福音介绍耶稣红，睇我那几个间公司的头家呢，徛喺夜市啊，伫咱像咧卖药啊，王乐仙共款哦，王乐啊呢，我个名佫多好一支乐，你敢知影？我捌当着互破水的，互牵石头的，互人扯干胶的，我捌佫当着伫西个夜市，佫当着北家将的拍。你敢知迄是非常艰苦心的代志。阮咧开车，迄个司机是食毒的，阮甲伊传福音，伊就信，啊，然后对阮报道员逐位去，逐家叫伊做见证，伊拢无爱。我讲你著食毒，即马改做无食毒啊？来讲讲信耶稣偌好，耶稣互你无食毒啊？来叫人信，拢无爱。有一工住伫西里啊，市啊，讲啊，你来做见证好，无阮就无影响，甲你应讲好，阮够欢喜的。啊，今日我讲等下吼，我要出去讲我的故事的瞬间，互你先讲10分钟，互伊足欢喜呢。哦，我一个麦克起去伫倒，亲爱乡亲，大家好，咱就咧竞选的，大家好，啊，你们好无？哦，下骹讲好，我恁讲，西里夜市啊，倒伫迄个城隍庙的埕遐，哦，啊，伫咧算大庙非常大吼，伊伫遐，哦，你甲看到一间庙，我就讲，这内面拢鬼，这拢偶像，你唔通入去，你若入去这间庙，你后间去地狱用 BBQ。人庙埕做咱照咱报道呢，我伫下骹听拢听甲摇头。阮遐乐师，阮遐乐团，阮遐圣歌队员听甲摇头。好伫遐画架呢，伊伫遐咧画人内面北家将听袂落啊！哈哈，阮庙埕叫你叫耶稣，阮风度够好。啊，恁讲阮拢鬼，阮拢以后迄BBQ，好迄北家将就去画安尼吼。有若画起石头野，就对舞台车来啊。迄行路行到北家将的家长部吼，好足威风诶！因北家将在画的时阵，伊边仔拼死命发；北家将画好的时阵，伊麦克交互我。我们不怕狼一样的对手，就只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麦克接袂起哩，我伫遐看北家将的行来，我猪啊！猪啊！这群人唔通挖过来，唔通挖过来，挖过来唔通对遮来，唔通对遮来，啊，佢对遮来咧。迄起来也无咧讲啥话，起来好啊，其实头仔对巴肚就浪啊。要生团坐坐哪有简单，爱付代价。我伫高雄要去屏东的一个所在，买恒春的路林一个所在，说中云，中云是海边小港口。阮伫夜市啊，伫遐报道。阮伫迄个所在开始准备7点半报道，我7点钟伫遐洗，伫遐祈祷，伫遐庙祷，伫遐准备心安尼洗，起来路边，好一个头130-4公斤的，伫遐伫甲我看，洗过了搁看，我拢目睭刻咧祈祷，行到遐的时阵拢目睭金金，是啊，整来咱就当行我啊，迄个面相无介好看，行到第3逝的时阵讲，你拢伫夜市啊，恐吓人信耶稣的哦！哇，看有恐吓人信耶稣，阮伫夜市啊，遮拢可可能信耶稣，无恐吓啦。都无，明明都有。我迄个时代就互你恐吓的。我住台南西啊，你有一届伫南西夜市啊，恐吓人信耶稣，我就互你恐吓的啊。感谢主哦，我互你恐吓了，我即摆伫中云长老教会咧做牧师。即马这个123公斤的，即马伫坚定，我袂使叫我坚定，对我教会咧做牧师，说买卖的买。迄个姊妹，你爱生团坐坐啦，厝里若生袂出来，孵袂出来，无你生外口的。我毋是叫你学白来，是叫你生熟龄的囝。请你定爱会记住，阿东到腊月，这9代人，搁一个真重要的特色，就是因拢真济财产，当体是地球所有的土地拢伊的，土地有花无？有人伫的无？啊，有真好哈，无人咧无拄久就好。土地遐尼济，因拢真好业，因拢非常有那即单位吼，想国语讲太太的太吼，一个人有钱敢好？伤有钱咧，就无拄拄啊。一个人生了水敢好？伤水就无拄拄啊咧。我水男薄情，水女薄命。生了伤水吼，
我有当暗时啊，就捌安尼开玩笑，互阮查囝咧通电咧。啊，查囝啊，即摆已经8、9点嘛，你哪还未回来？哎哟，危险！你生得遮水，你伫外口就撞着扫人要安怎？啊，爸你拢烦恼伤济。好啦，我念伊转去，电话挂来了，我随个敲阮囝，囝8、9点嘛咧，你较暗唔回来咧？你若伫外口做扫人要安怎？真侪人有当时啊，阮出去咧报道的时阵，大家讲你莫甲我讲遐济啦，叫我信耶稣麻烦，你都拒互我，我就信耶稣。我也是啊，报道真国币吼，我那个甲我一台面如三毛控的，当我插伫我舞台车的边啊。我毋是出来骗人的啦，对无？我都嘛袂出来做生意，也无咧卖物件，对无？当专线逐位咧走，当你身躯加的都无够我加油的，所以我不敢骗啊，有大家安尼吼。迄位人甲讲，你都毋免讲伤济，你互我钱，我对你来信耶稣。你敢要钱互伊？你家己决定就好啊啦吼。等你钱若会解决人的忧愁，世间哪有自杀的理由？所以真侪人把钱当作上帝。亲爱乡亲、亲爱朋友、亲爱弟兄们、亲爱今仔日的 best， 我咧讲，钱是非常好的物件，我嘛爱钱呢。但是钱袂当叫做我的上帝。钱若会当解决人的忧愁。香港迄个真有名、真够唱歌迄个叫做张国荣，恁捌哩无？因兜电话号码几号？啊，无你讲你捌哩？知影即个人啦，毋是你捌哩啦。当伊对楼顶噗跳落来自杀的时阵，伊的银行口座还个4亿3千万，代票偌济？算术无好吼。伤细卡，咱讲一个较大卡的。美国柯达公司，迄是2、3间子公司拢股票上市。当美国柯达公司的头家坐飞轮机顶伫迄个所在，而对讲机甲伊的驾驶员讲，甲门拍开。这个机长讲，哪会当拍开了飞机的失速，伊真有智慧，飞机是降到会当跳崖拉上的关道的时阵，门较拍开，安尼摇头路，佮无违背头家的意思，佮安全。伊是讲门拍开要创啥？已经对机长是听出来，已经讲柯达这个头家徛伫迄个门边，挖头甲伊笑一个。伊讲伊一世人毋捌看到遐歹看的笑容，甲伊笑一个了，噗跳落来。当伊对飞机顶跳落来自杀的时阵，伊的口座，伊的资产那个13亿4千万的美金，代表偌济？算术无好。叫你读书你唔读，台湾的讲啊真好讲，四脚贴齐，财产无惊拢别人的，钱是非常好。你做主人，做钱的主人，你会当犯到足多代志，但是钱绝对唔是你的唯一甲全部，钱袂当成做你的上帝，人唔通去做钱奴才。这高地人拢非常的富有，可是因一项物件都带袂走。当你有一天再见的时，你遐物件拢袂对你去，财产袂当解决人的问题。你读这段，较多咱两位牧师真辛苦，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我较早唔知影讲什么叫做俊男美女哈。他看读圣经的时阵，哦，面容真阳光吼。所以你若感觉你生了无缘投的时阵，你等于读圣经，读圣经，照镜，哦，你讲的过了足快乐，你毋知影？你会感觉结足水。当咱咧看这个时阵，咧读到死的心重要是死啊！圣经讲743遍的死，死是非常重要，人生爱面对的问题。有的人讲往生，什么叫做往生？较好听，往生往哪里去？往哪里去生呢？往生去嘛？往生去六道轮回嘛？往生往哪里去？兄弟们，人会死，请你来记住。今仔日我讲的，逐句话你拢袂记的，无要紧，你只要记这句就好。人会死，请问你死了，你的灵魂要对对去？你死了，你要留啥？互你的家己逝世？你死了，对年伫咧做祭的礼拜，还是讲伫迄个所在咧做仪式的时阵，你要爱你的子孙纪念你什么？你要留啥物互你子孙？你真都爱思想啊！爸爸，你这样，哦，死了好，死了好。真侪人是安尼啊！你敢要像安尼来离开世间吗？请你的就是你会死，你真都爱想死的问题。当你死了的时阵，你的家庭变成什么？你的囡仔要
假如是谁要对对去，你教会你大家坐迄个位，什么人要坐？耶稣基督为着你点的十字架顶死，你为伊做什么？你真个爱想这个问题，人会死。所以基督徒真侪人较无这个欠算，讲唔敢讲死。咱大家提醒，人会死，人会死，一定爱记住。我的蒙牌已经写好了，你敢知影？敢有人咧讲遮早就咧写蒙牌，我哪无早呢？阮老爸33岁就再见，所以我真已经赚到啊！我蒙牌已经写好啊！林进乐服侍迄世代的人就困啊！有感觉足熟悉无？代表的蒙牌就是啥些呢？上帝为这件点的圣经讲，大卫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，开不讲伊就死了。死袂醒，困会醒啊！所以我是有5万，我是信仰说上帝给我永远我的5万，所以我要含主当作用，我会搁醒来，我会搁我，所以我是困。人会死，请你会记住。你唔好讲啊，我无死，我就袂死。人会死。上重要的一个就是5万，我今日讲的时间无介长，所以我尽量精简啦哈。上重要的就是5万，希伯来书讲的以诺，因为信无见着死，所以我也较多问你讲，上济会的人是甚物圣经记载？真济人就回答我讲，较多迄9代人内面有一个马土撒拉，969岁对无？恁个无爱插我？咱今日聚会到这哈。以诺甲主65岁，甲主同行300冬，伊无看到死，所以以诺互咱一个真重要的5万。重点来啊！咱信仰所要创啥？我信关公，信妈祖，信猪八戒，信苏木孔嘛袂歹啊！我现在就信耶稣。信耶稣是要互你对黑暗进入光明，互你对肮脏污秽进入圣洁的生活。信耶稣要互你对有罪到底无罪。上重要就是信耶稣要互你绝望人变成有5万的人。我的老母真少年，就过着一个真艰苦心苦命的生活。伊细汉因为厝里生10几个，所以就用做养女。迄家养妻的家庭做到要做事，咱就做祖干啊，我要做事。所以真少年就嫁翁，嫁阮老爸7套人，南仔溪人叫南仔溪皇帝，7套人有赢就学，输就白的，迄款的生活350岁大家互担。所以当阮老爸含阮老母拢嫁时，阮老母拢骂伊讲啊，你死半路死不能靠，你食饱用咧泡啊拄笑安尼哦，啊，逐工拢甲咒诅，啊，真正阮老爸互骂一个真正死半路呢。所以咱话袂使袂共讲哦，咱话讲话有官兵的。我的老母自在家克夫未克职，出嫁丈夫未克职，啊无就克囝。吼，所以好不容易生我这个后生，就安尼听命安尼叫因为翁死，所以阮老母开始有一点仔心理变态，含阮老母熟悉莫甲讲，好吧？你嘛无多讲，伊过身2冬瓜吼。逐工拢讲我拄笑，啊！阮老母讲我要安怎？我得好好拍同学呀、啊。阮老母逐工活伫迄个绝望，因为安怎？翁未考是要靠囝，结果咧囝咧，国小爱相拍，国中就加入帮派。我加入帮派是国中伫南仔溪12生秀帮，南都也非常有名。什么叫12生秀帮？厝我头顶头边有讲，这到底何是精神的名，做着精神的代志。阮的帮派只有做2件代志，1件代志就泡母厝倒去卖，1件就是用迄个红中白板青花去你卖迄个小药啊，毋是卖麻雀鸡啊哈，迄种夹迄药啊，食的人就安尼忙啊，相拍拢袂听。上流社会就食即个红中青花白板的小药啊，下流社会树姜就高。我的老母好啊。较早细汉的时，记得囡仔才乖时，咱国中开始帮派。我迄老母若大声讲，拢细声应；我老母若细声讲，我拢唔敢应，应了就讲讲啊。结果就国中开始，毋是伊讲1句，我讲3句；伊讲3句，我后就牵过啊呢。心中无神，眼中无灵，吼，逐工就是穿迄个喇叭裤，行伫街仔路安尼像咧扫涂骹安尼，一领3裤7、8款色。头前咧行后壁人咧配水烂，我嘛无敢讲。
学校教官也是学校的导护老师，徛伫校门口，学生囡仔来迟到，拢叫要罚徛登记。我若迟到，足奇怪，开逐工拢咧绑下大。我若去到学校门口，伊拢伫遐绑下大。当做无看啊，因为安那学校老师伤关心，阮着看报地啊，啊无着迄威斯巴甲规包盐甲落落啊，迄拢作邪，咱三阮做都毋敢，阮一群家做伙夹袂着，就母树倒野出来。所以若看我远看来，伊就伫遐绑下大。我行一段路头路尾，无人敢向我烧借问，啊你毋说臭人，真正臭人。我的乡亲，我的亲戚朋友真济吼，看着我拢摇头。阮老母安尼喊，伊是绝望的女性。阮老母，阮老爸过身，阮老母就去教会，所以教会对伊照顾真济。伊就去拜托南马去教会陈牧师讲，牧师啊，请你甲福音传到阮囝，阮囝咧家己帮派啊。你甲传福音好毋好？好，牧师做着心，圣经就去安尼，来找我。啊老啊，我甲你讲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大生遐手术互伊。伊就讲我袂煞，我就整伊啊，牧师哎啊，我这讲，多好关多。迄牧师偌可怜的，来讲无三句话，挂世事的目镜，挂高平的。伫遐讲道讲2-3个月较好伊呢。2-3个月后，阮老母讲牧师啊，你著可以叫阮听信耶稣。伊讲毋通，这个人袂得救，连牧师都敢拍。所以迄届我伫西里报道，互北家将个拍，等于甲阮老母生咧母啊，你拢无祈祷，啊无拢出去用拍，你毋来替我祈祷，啊你摇说起来甲我撸，阮老母安尼撸落，目屎强要流出来，讲，哎哟，我毋惊，我毋甘哦，你为着主受这个苦难，哎呀，毋甘啊，惊呀，你是为耶稣做的，真甘毋甘，是讲囡仔互拍嘛，拄啊好尔，哈。阮安慰讲，啊汤啊食一个，喙会塞落咧，是安那拄啊好尔，啊因为你少年都拍牧师啊，所以你即摆出去团队互拍拄啊好尔。哎，姊妹，细汉偷挽牛，大汉就偷牵牛。全国上大间个地下舞厅我开的，开伫底，开伫高雄高德饭店遮后壁。安尼有费瑞无？今日徛伫遮咧，甲恁干道做见证的17条前科，台湾关过5个敢到你敢知影？恁看我穿甲安尼衣冠楚楚，其实我较早就是衣冠禽兽。因为我生命内面完全无5万，今日无画面啊！在我的老母也是无5万，结果咧，逐工过油头革面的生活，因为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伊改变我的生命。我今日无时间，我讲我的见证，互恁听都无时间，都无法度，好无？哎，介恁较搁听续集，爱买票啊哈！当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时，我生命顶着180度的转变。兄弟姊妹，恁伫行来行咯，恁有看到啥物？看到草蛇啊，你会甲踢哩。啊，若好心要举扫帚粪斗扫扫的，迄个号做粪扫草蛇啊嘛。但迄条草蛇你若摕来拔白菜咧，放伫菜店顶悬咧，迄条草蛇啊，你当做粪扫物件，都是卖白菜的介绍，敢是？你若来拔红钱咧？迄条草蛇啊，就卖红钱的介绍。一个人的价值，毋是看你本身，是看你含啥物白社会。我较早咧走警察局的，伫内里啊来去的。因为我含社会白社会，我含枪击，含这兄弟，含这友的，含我帮派白社会。我逐工过的是流目屎、忧伤、加压，伫内面咧有某伫外口咧流目屎的生活。当我含耶稣白社会了。较多牧师介绍了无够清楚，我会离你啪，我甲恁讲到11点都讲袂了。真侪人看到我拢点头，现在才采用出去报道，这网警太无彩，亲爱的姊妹，生命是会当改变的，生命是充满了5望的，因为你若做到正确的选择，你就生命就充满了5望光明圣洁。甲平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的生命含什么会白做伙，决定你一世人的价值。有人伫教会听到3档、5档、10档，无当着耶稣的作者；有伫教会出入入，讲道比牧师好讲的嘛作者，但是无当着耶稣，无耶稣白做伙，生命是乌有的，是无5望的。请咱来记住，圣经甲咱讲的话，咱爱记住，咱也会做一5望。
咱就爱决志伫人的面头前，爱好胆承认咱是基督徒，把福音传出去。今仔有真侪必须，我嘛要真诚心甲你邀请。你较早含你的家庭、含你的朋友、含你的事业、含你的才调、含你个人的经验白做伙，结果带互你的是忧伤、流目屎、艰苦心。来含耶稣基督白看卖，含耶稣基督白做伙白看卖。耶稣基督若确实是假的神，你无差加拜一个啦。你信的神信遐尼济啊，你靠差耶稣基督一个，大家来做判吗？万一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呢？万一是安尼呢？你无信你，你无含伊白做伙，你就亏大了。诚心邀请你来耶稣基督白做伙。一个关过5个监狱、17条监考，市内6个叫我大哥的人，今仔才做一个传道人。耶稣基督是毋是真神？看我就知影。生命会当转变，人会当得到愿望，因为和耶稣基督白做伙。咱三个阿塔来祈祷。现在主要说，阮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阮无法度通讲真济，总是求主你怜悯阮、保守阮，互阮有一粒决志的心。主啊，通过今日的服侍，互阮看见阮的不足，也互阮认识到阮的死。主啊，阮将来伫教会出去，毋捌伫人的面前勇敢壮胆承认阮是基督徒，甚至阮也毋捌为你传福音。主啊，你赦免阮的罪，互阮遮会蒙恩的基督徒会当对今仔开始决志，每一天拢更加听你。主啊，互阮会伫人的面头前来宣告你是阮的主。主啊，互阮有这款的勇气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伫基督中间，我也要奉主的名来请问你，遮在座的基督徒，你听主嘛？你听主嘛？当主出现咱的面头前，讲你听我的时，咱要来回答伊。你捌伫人的面头前见证主无？亲爱的福强教会兄弟姊妹，我要来对恁做一个挑战。你将来毋捌伫人的面前承认，你要为主做工，为主传福音，你愿意伫今仔日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愿意和你定这个契约。求你，互我每一天拢来听你。我开到无够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心中有这个感动的，请你举你的正手。我举你的正手，毋免看别人。咱伫基督中间，咱就举咱的正手。咱只有问一遍，我无要问第2遍。请放落去。咱今仔有伫咱中间抑阁还未信耶稣的人，咱伫基督中间，目睭刻刻中间，咱的思想，咱的人生是要安怎过？咱要过一个有愿望的人生无？咱要含愿意和耶稣白做伙，互耶稣基督的平安进入咱的心无？你心中有这款的渴望，你希望会当亲像我的生命得到转变，你希望要和耶稣做朋友，愿意要和耶稣白做伙，请你举你的正手好无？我要请啦，阿门！感谢耶稣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请放落去。